姆兹海峡，川普停战2礼拜，伊朗提10点方案讲胜利。泰国军方去查一大诈骗据点，开放媒体入去翕内底，看是安怎运作。今日开始，坐无人机一个人叫假炸2粒锂电池行动电源，若违规，上重会当罚到10万块。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最后警告，讲若唔回应，无达成协议，无爱开放荷姆兹海峡，要甲伊朗的文明毁掉，放假倒转去搞，就去时代。也伫咧期限要到的0点半钟，川普表示讲伊甲巴基斯坦通话了后，若伊朗同意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美国会来先停战2礼拜。伊朗的外交部长回应讲伊朗会保证荷姆兹海峡伫咧未来2礼拜的通行安全，会利用这段时间甲美国签和平协议。按算伫咧4月初10点伫咧巴基斯坦的首都来谈判，和美国甲伊朗同意停战。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国际油价是水落，美国来抢权，嘛带动着咱的台股来大起。也甲美国做伙拍伊朗的以色列表示讲因是支持美国停战的决定，不过因会继续拍黎巴嫩的真主党。美东时间星期暗时，美国对伊朗展开攻击的最后期限进程又搁雄雄解除。美国总统川普伫伊真实社群发文讲，甲巴基斯坦总理哈里夫，还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莫尼尼通话了后，决定伫伊朗同意马上全面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的前提之下，暂停对伊朗的轰炸甲攻击2礼拜。这是双边停火决定。川普表示收到伊朗的10点建议，认为这是会用一个谈判基础，表示甲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甲中东和平协议的方面得到重大的进展，所以决定暂时停战2礼拜，要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双方的和平协议。美国白宫也伫回应日本媒体 NHK 电话访问的时，表示以色列也同意停火2礼拜。针对川普宣布停战2礼拜，美国民众聚集到华盛顿白宫附近，要求伊落台。I think that doesn't solve a single problem. He needs to be in handcuffs right now, tonight. The world cannot allow this crazy man to continue to be in power. He is a danger to all of us. 2 weeks does nothing. This has to end now, tonight. 巴基斯坦的总理哈里夫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伊朗、美国甲盟友拢应同意伫包含黎巴嫩在内的所有地区马上停火，即时生效。佮邀请双方的代表团伫车站到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针对和平协议展开协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吉伫社群平台 X 发文回应，伫甲伊朗的武装部队协调了后，未来2礼拜以内会互荷姆兹海峡安全通行，并且针对结束战争，会去伊斯兰马巴德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声明，谈判期间暂定2礼拜，不过若经过双方的同意，期限会当延长。虽然美国甲伊朗同意停战的消息传出来，所以造成油价跌落去，美国大起。不过，美国媒体 CNN 报道，波斯湾地区甲以色列有源传出飞弹攻击的事件。以色列已经表示支持美国的停火决定，但是以色列未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公视新闻陈时栋编译。伊朗讲会保证荷姆兹海峡的通行安全，不过这通行费要缴收。也提出10点方案，川普认为讲会当做谈判基础。伊朗因迄边挂号媒体就宣布讲已经摕到胜利。伊朗这10点方案包括讲伊朗掌管荷姆兹海峡，有这个荷姆兹海峡的主权，美军爱全面退出中东地区，全面解除制裁，也爱赔偿伊朗伫咧战争的损失，也搁写着讲接受伊朗继续做浓缩铀。不过，干那荷姆兹海峡也搁有浓缩铀的这个议题哦。美国甲伊朗的主张都无共款，外界都认为讲说落来，因咧谈判恐惊无遐简单。美国总统川普吹切加发文，威胁讲要互伊朗的文明灭亡。要过命高段逆转，伊连续发文放出好消息，讲经过巴基斯坦总理的调停，认为伊朗所提出的10点方案可行，同意要实施2礼拜停火。第2篇发文是高调的讲，世界和平的日子已经来啊，因为伊朗已经挡袂住啊。
因为伊朗这方面是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伫官方媒体发布声明，宣布已经取得胜利。伊朗所提出的10点方案，包括美国承诺互相无侵犯，伊朗掌握荷姆斯海峡的控制权，全面解除制裁加赔偿，废除联合国加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所有限制决议。也有美军全面撤出中东地区。不过外国媒体讲，有关核计划浓缩铀的部分，只敢若出现伫咧波斯语的版本而已。外界认为，伊朗的10点方案甲美国进前提出的15点要求互相冲突，包括荷姆斯的控制权，也有浓缩铀的问题。所以双方伫停火期间的谈判，恐惊也有变化。伫咧宣布停火共一天，伊朗境内发生大规模反美国示威，民众手举进前狂射受难者的相片，也有最高领导人哈米尼的相片，伫德黑兰广场向政府表达绝对忠心，并且质疑美国的信用。آمریکا خودش 100 بار تا حالا نشون داده ما 2 بار پای میز مذاکره بودیم وقتی حمله کرده اینم قطعا برای اینه که بره خودشو ترمیم کنه ما پیرو رهبری هستیم هرچی رهبر بگه سمعا و طاعتا现场也有一寡民众甚至受美国甲以色列的国旗，表达对西方霸权的强烈抗议。公司新闻张淑芬编写。好，要这阵啊，中东战争，地书讲啊，国际油价贵起哩，最近这个汽油嘛来带动起价。华信航空呢就讲哦，花莲往台中、花莲往高雄这个航班载旅客的比率啊，拢2-3成尔，是一直了钱。当咧甲交通部沟通哦，看敢会当甲这2条航线停起来。也花莲县府呢，即卖是呼吁华信航空甲中央政府讲啊，爱考虑到生活的面向，爱用公共建设来思考，唔通干那看载客率。旅客伫月内顶等要去花莲的列车，地伫高雄站每天有9班到10班列车会当去花莲，一早4点钟左右。不过其实高雄到花莲也使坐飞机，但是较少人坐。现在才知道，平常没有在注意这个资讯。不会想到要搭飞机，就是会觉得开车比较方便。开车，不然坐车。飞平湖的航班准备要起飞，高雄机场国内线除了离岛航班来回花莲的这个村华信航空一天一班，而且是暗时7点过。吹飞团讲华信因为最近燃油计销一日起，高雄花莲加台中花莲的航线载客率这个2-3成，希望停飞这2线。影响蛮大的，因为花莲到高雄来讲，它是飞机算是一个最快的方式。离岛没有飞机就没办法，花莲没有飞机，还有其他铁路啦、公路啦，而且时间上来讲也是蛮经济的啦吼。如果政府能够想到我们这一点啦吼，我期待着我们赶快止血。飞机飞一抓意外真多，华信估计今年整体亏损恐惊有6亿。虽然想要把票价拍高一个吸引人客，也是无法度。各路在湾的困难甲行军，才伫咧甲交通部沟通要停航。花莲县政府希望中央对公共建设的角度考虑，卖看载客率。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取代4个小时，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市场的。好，只是说未来我们如何能够在高雄跟花莲之间的这个观光廊带上面，我们如何能够在更多投注到所谓的 promote。站在生活上面的角度需求以及观光业的上面来讲，我还是希望华信航空可以再考虑看看，那是不是跟政府单位有一些这个配合啦、补助之类的。东部要来回中南部无容易，停航除了会影响观光，也会影响就机或者是探亲的需求。县府讲会继续向中央反映，争取必要的交通加配套措施。希望兼顾营运的现实，也确保花莲对外交通的稳定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咧出国的民众要注意啊！交通部民航局宣布讲啊，为了要符合国际的规范，对4月初8也就是今日开始，坐无人机一个人极计会当载2粒锂电池行动电源，也行动电源呢用量爱标示甲真清楚。伫咧飞行机顶管呢是专程，袂使用行动电源充电。准讲手机啊无电啊，真正爱充，有的飞行机啊是有提供 USB 的孔。会当用这来充电，袂使用行动电源充电，这是禁止的。也行动电源爱放伫咧随身行李，袂使托运。也大国家针对行动电源有个加规定，就要注意。亲像日本就是讲啊，这个行动电源爱扎咧身躯顶，袂使放伫咧飞行机迄个顶悬的行李架啊。
也韩国爱甲行动电源打电汇报，也是讲看保护挂。伫咧中国呢，这个行动电源爱有 CCC 标志，通过认证。提出行动电源替手机啊充电，出国旅游在外要翕相找资讯，搁爱找地点。手机啊若无电是真麻烦，所以强要每一个人拢会炸行动电源。是带几颗？我是带2颗啦。那你知道心智吗？我不知道。所以你觉得2颗就差不多够用？差不多啦，就因为整天在外面，你怎么用应该也差不多，2颗的电量应该是够用。平常都会带行动电源出门吗？会啊。那出国的话呢？出国基本上一定会至少带1颗啊。对。那知道有心智吗？心智好像就是出国1人只能带2颗。为着符合国际规范，强化旅客也个航空公司的安全，即马除了已经禁止伫咧飞行机顶悬使用行动电源，民航局公告自4月7日开始，每一位坐飞行机的旅客，上最敢若会当炸2粒锂电池的行动电源，违反的人上当会当罚10万块。自即日起，在各机场开始加强行动电源的检查。经8日清晨开始，桃园机场已查获10余例旅客因携带超量行动电源，需当场抛弃之情形。新制实施的头一天早起，桃园机场已经有超过10件违规的案件，航警局再度呼吁，行动电源必须要随身炸上飞行机，一个人敢若会使炸2粒。啊，若行动电源外观的用量标示必须要写甲真清楚看会到，嘛提醒民众咧款行李的时阵，就爱检查好。记者综合报道。坐火车乃坐到讲身躯有虫，有旅客反映讲啊，坐自强号122车厝，拄到位呢，就看到讲这个椅仔顶头拢是目屎，拢是沙无，甚至是讲爬起哩到伊的身躯，代替就出来回实的，强调讲会消毒规台车来加强整理。火车到站啊，旅客落车，火车坐自强号含区间车比起来较省时间，不过有旅客一家伙仔去坐车，煞去拄到有虫的危机。清洁人员伫个车厢行来行去，一遍搁一遍，一直转座椅来消毒。因为代替伫初7接到旅客反映讲，坐122车厝的自强号，才拄车坐伊的位的人起来坐落去，所发现椅仔顶有一大堆沙物。很肮脏啊，没有不干净啊。如果跟着回家，我们家的小朋友也会受到影响啊。可能就一样会搭，但是只敢站着不敢坐。面对这虫害风波，代替回应讲，就算旅客坐车无爽快，因真正是足歹势，因已经先扣留这个便座，规车全面清消。伊嘛说明讲，平常时照使用的频率，车有无共款的清洁的程度，而且逐个月固定2摆，抗药剂含水烟消毒。尤其当年的4月到7月，会更加增加侵占的清洁。我们就赶快就做一个加强的那个消毒跟除虫的作业，因为最近比较潮湿啊，最近我们都会加强的把它做除虫跟清扫的作业。虽然讲目前唔知影这沙母是对倒来的，但是学者看相片做初步检视，对段是红叫做目屎的臭虫几率较悬。分析伊的特性是专门经一寡芳的味，要甲台西嘛较开时间搞工。公共交通工具很怕有这种虫子，它会躲在那个窄窄的缝里面，一次大概很难彻底，因为要仔细的检查，可能要反复过2、3次。虱呢，它基本上它叮咬之后，就像是一般的虫子叮咬，主要是担心抓破皮之后所产生的一些2度的一些感染。那是臭虫去咬到，常常看到的镜头是各长各种，但是袂传染。医师嘛提醒讲，千万莫乌白药，避免第2摆的感染。伫看医生进前，会当先甲皮肤冰一个，还是轻轻啊打一个，较袂遐痒。记者综合报道。好，要若讲到这个目屎哦，咱拢认为讲会加人是害虫，不过马来西亚科学家发现讲啊，咱人若是记互这个目屎加过 ，DNA 会留伫咧目屎的体内留1个月半，了这哦，就会当做犯罪现场的线索，用来确定嫌犯伊的身份。有污点伫点仔顶面咧白，斟酌甲看，原来就是目屎。因上介意生活伫椅仔甲面床点仔的芳，只要互因盯到，皮肤就会上甲要裂光。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研究团队注意到，目屎使人的血了后，会使伫体内保存即个人的 DNA 45天才久，所以因想到会使应用伫犯罪现场，用来分别出嫌犯的外表特色。Based on our research with the STR marker can give the basic phenotypic profiling, the hair color, eye color, and skin color, and then the STR marker give you male and gender.
学者表示，真侪人会先想到要研究蠓仔来做犯罪监视的工具，不过蠓仔会四界黑白飞，而且 DNA 留存的时间无长，目屎是一定爱伫家具的旁生活，输完会体积也变大，无再条拍走，真适合摕来收一线索。Most of the people study on mosquitoes, so because they are vectors, but not much is on tropical bed bug. That's how we start doing that. 不过学者也指出，目前相关的医疗检验，敢会当对目屎找到外观相关的资讯，无法度直接确定嫌犯的身份，而且针对部分复杂的案件来讲，45天的 DNA 保存期限可能也是上低。专家期待未来会当继续研究，让目屎伫监视的领域更较有发挥，真正会当帮助官方破案，小做仔嘛会变英雄。国视新闻由派准编译。泰国军方去找一搭诈骗据点，4月初7开放予媒体入去翕内底，看是安怎运作。也规个园区是显示诈骗产业已经高度系统化。无地用的办公室内，望起拢是规排办公桌椅啊，甲电脑设备。桌顶也有互军方讲入来未付提早交一本诈骗告警手册，内容指导新人前1天至7天安怎甲受害者开讲，互对方调调爱使用倒一寡话术，也甲第1天应该达成倒一寡目标这个指示。Well, we've heard of stories about scam centers for a couple of times in the past already, but I was really shocked and taken back by the size of the compound itself. 泰国军方初次邀请媒体参观伫少林府的一个诈骗园区。这个园区是去年12月泰缅边境冲突期间，去互泰国军方查到，拢总差不多80公顷，等于是150个美国卡球场。园区内拢总157栋建筑，其中29栋是诈骗集团的办公室，甚至是大型的宿舍，也有公寓别种这个高级主题，甚至还有些提供乌兰四川菜中餐厅。军方估计，园区内至少有1万人伫住。根据了解，这本来是柬埔寨政客李英发的度假中心，伊因为牵涉伫园区内侵犯人权，已经去予美国制裁。这座差不多会当供应家己的生活需求的城镇内，也是会当看到真侪新建工程持续伫进行。Countries of the world have to join together and solve this problem. Cannot do alone by Cambodia or Thailand. 为新冠疫情较大，诈骗园区伫东南亚各地一直伫发展。伫这个工业化规模的园区内，诈骗人员透过复杂的网络诈骗手法，锁定全球受害者。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办公处上新的估计，这个园区差不多有30万人被逼伫做相关的工作。美国联邦调查局上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的民众因为诈骗损失的金额挖近210亿美金。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来讲巴林提决议案，要确保荷姆兹海峡这个航行的安全，也4月初7伫联合国安理会表决。虽然讲已经甲条文内底动用武力这个有争议的用词汰掉，也是去互中国甲罗西亚封决，荷姆兹决议无通过。这项由巴林起草、得到美国支持的决议草案，内容鼓励各国采取防务性合作措施。确保荷姆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甲全世界能源运输的顺通。因过因为内容内面讲到可能会动用武力引起争议，初7表决的版本已经删除掉，改制采取甲实际情形相符合的防务性措施。因过上尾11票赞成，中国、罗西亚2个常任理事国反对，2票弃权无过。Their action today prevented the Security Council from being misused to legitimize aggression. 在当前美国公然威胁一个文明的生存，这场强加于伊朗的战争极有可能进一步升级的背景之下，决议草案如获通过，将发出极为错误的信号。安理会投票迄当阵，正拄好是川普对伊朗提出最后期限要到期的时阵，真侪国家拢希望决议案会当通过，互情势降温。不过尾也无过，破案国家正危险，希望继续努力。避免局势无法度控制。Today, the Council has fallen short of its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Bahrain, together with the Gulf states and Jordan, in working to deter these unlawful attacks. We have been warning since 2023 that escalation left unchecked will get us into a situation where it cannot be controlled. And we are very close to that point.
即马荷姆斯海峡也是由伊朗封锁，邮轮勉强会当经过非特定国家申请选择性的放船过，因若天然气依然是锁死袂使过。全世界上大供应国卡达2台液化天然气船，顶礼拜经过巴基斯坦调停了，准因过，有可能正做开战以来第一批成功通过荷姆斯海峡的案例。不过吹落团讲，又搁互伊朗的革命卫队抓来，叫因回头驶回去。互全世界，特别是亚洲的供应无够问题更加严重。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研究人员对罗西亚出土的化石发现讲啊，狗仔伫咧11000年前就存在啊，也研判狗仔伫咧冰河时期就已经受过训练，甲咱人建立关系。狗仔甲人类相款有原矮大扩散，因是什么时阵演变成做即阵多样性的体型甲面貌？科学家有上新的发现。We were looking at the most ancient dog morphology that we can find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ver the last 50,000 years, and we found the most ancient dog, morphological dogs, at 11,000 years ago in a site in Russia. 科学家讲，狗的祖先是龙，首先必须看出狗甲龙的骨头化石，两者重要无共在于，早期狗的头骨就是倒边粉色洁白，往往比正边龙的头骨更加短、更加宽。所以研究人员利用这种叫做3D 形态测量分析技术，对过去5万年中间643地狗科动物的头骨进行分析，建立高度精幼的数位模型，用测出头骨形状真有差别，测出目睭无法度看出来模式。结果研究人员证实，11000年前的狗仔种类就存在多样性，推翻加肯是过去200年密集育种的假设。研究人员推测，狗仔早伫冰河时期就开始驯化，可能是狗科动物挖掘人类住所找食，互相愈来愈活，也可能是人类直接把狗仔囝掠来饲，也有一种可能是经由狩猎建立关系。The human groups and the groups of wolves were hunting the same prey, and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s. So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proximity between the canids and the humans started by hunting together like partners. 研究人员讲，狗仔到底是安怎变做人类的好朋友，安怎演变成做更加多样的形貌，也等待后续考古证据来解开谜团。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法国的北部推动计划，让流浪动物甲士大做伴，也是大饲流浪动物的这个所有的费用是政府来出。咱来看公视国际记者伫咧法国的采访报道。法国许多创新的高龄照护模式，在北部城市康布雷就有个非常特别的计划。这些来自收容所的宠物，让长者不再孤单。法国政府统计，65岁以上的士大人，3个人就一个是孤单老人；85岁以上的孤单老人要加一半。对抗孤单是新的社会福利重点。À la SPA, Maya restait toujours au fond de son box. Elle venait jamais au niveau de la grille. Et quand elle m'a vu, elle est venue spontanément à moi. Donc on s'est adopté mutuellement. Et c'était génial. 经历过牵手过身、忧郁、健康的问题，格鲁维兹先生心情一直正歹，要让这只狗改变伊。Depuis que Maya est là, c'est beaucoup de joie. Et même si parfois ça peut être difficile pour moi, mais elle m'apporte vraiment beaucoup de choses. Même si elle parle pas, elle se fait bien comprendre pour certaines choses, surtout pour manger. C'est que du bonheur. Depuis qu'elle est là, c'est que du bonheur. 共好生活中部陪伴安老计划是社福机构甲收容所合作，和独居老人甲流浪动物配对。2018年到即马，有42位时段接受这项服务。Des personnes qui sont isolées, donc elles se sentent exister pour l'animal, elles se sentent utiles. Parce qu'elles doivent, par exemple, se lever le matin pour leur donner à manger, ou elles doivent sortir voir l'extérieur pour promener le chien. Et donc ça leur permet de se reconnecter avec la vie, leur environnement et le monde autour, et de sortir de leur isolement. 甲买或者是领养宠物无同，宠物的饲料、兽医甚至美容的费用，拢是市政府出。一寡经济弱势时段，拢唔免出钱，甲宠物大袂有压力。
Donc les personnes qui bénéficient du dispositif donc, ne sont pas propriétaires de l'animal, c'est le refuge qui reste le propriétaire. Donc ça facilite les démarches au niveau du vétérinaire et puis des papiers. Par contre, en fait, c'est un CDI, donc c'est-à-dire qu'une fois que l'animal est placé dans sa famille d'accueil chez la personne, c'est pour toute la vie. De l'animal, de la personne, et on n'interrompt pas, on ne brise pas le contrat, sauf en cas de problème, de maladie ou d'hospitalisation. Je crois que sans elle, je ne serais pas comme je suis actuellement. Je serais plutôt attendant de la pente plutôt que de la montée. Non, c'est superbe. 时代袂阁再小步增加活动量甲社交机会，流浪动物毋但是有厝，也得到好的照顾。这段陪伴改变两个性命。公司国际记者陈文正、邓希伦法国采访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天再赶这时间再会。